มาสู่85年講到，係嚟3年叫甲基督嘅愛撇開對自家，基督嘅愛對自家人類冇一個人叫甲佢撇走，撇就撇殺，撇就人欺負，撇就妒忌，撇就冇辦法冇出頭路，攏總冇人叫撇開上帝。耶穌基督嘅愛對於人類，但係呢，因為喺羅馬書8:37咁樣講到，攏總家自家都係特性嘅人，被特性嘅人有個特性，但係呢，因為耶穌基督做了本世界，佢嚟到世間時勢出世界，佢擔了世界嘅痛苦，擔了世界嘅罪惡，世界相信佢啥，世界得到上帝嘅愛，冇一個能力能夠撇上帝嘅愛對世界。嘛，今日睇新嘅節講到特色啊、妒忌啊、劍啊、威脅啊，攏總都冇能夠撇開基督嘅愛對世界，佢做了本世界，世界已經特性嘅人。被特性嘅人有個特性，因為基督做了特性本世界。阿門。